要啊！哎，安尼犯规犯规。啊，他不让你钓，他不让你钓鱼哦。嘿嘿嘿嘿，你看他不让你钓鱼，哈哈哈，他不让你钓鱼。妈妈，太激动了啦！哎，嘿嘿嘿，嘿嘿，好好好，嗯。好，张太太教导，哦，种文旦哦，到那个碾米厂买那个迷土，碾米过程产生的那个废弃物，迷土污土。另外，王先生说还有卖那个黑糖糕嘞，乌藤哥的黑糖糕，我去对。哦，埋在那个文旦树的旁边，哦，便有机会。哦，埋在番茄植物的旁边哦，番茄长得甜又大又甜。哇，好有机会，果皮树叶都可以哦，埋在地上，然后再挖去做肥料，放在树的旁边。哦，这张长官张太太教导的有机栽培。